今日同大家介紹個筍盤，128方，一入門口就送你10幾個方噶啦。我哋呢個項目咧，過去珠海嘅華發商都大概係5分鐘，隔籬呢度就係坦洲大道啦。過去珠海2分鐘就可以到噶啦，非常近嘅珠海嘅。樓下就有巴士站，直接可以坐車翻去啦，非常方便嘅。話不多講，我哋去睇睇示範單位，走。我哋依家就嚟到示範單位啦，呢個係128方，一入門口送你7.5個方喎，呢邊仲送個書房俾你。再嚟睇下個客廳，6米幾開間，呢邊就係餐廳位啦，餐廳同時坐10個人用餐都冇問題。廚房3件套都係交樓標準，仲配埋中央空調。過嚟睇下房間，呢個客房啦，你睇幾闊落。過嚟睇呢邊公共衛生間，乾濕分離。呢邊有個兒童房。再入嚟主人房睇下，180度採光，非常光猛，放2米嘅大床都唔係問題。嗰邊仲有公共洗手間嘅位置。中意呢個戶型，評論區 PM 啊，俾詳細資料你睇睇。